今年其实在整个兰花产业呢，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其实，在产业面的部分，有更多的二代也相继接入了这一个行业。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也是产业延续。持续有保持竞争力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当然又可以传承到上一代一些包括兰花经营的一些核心上的一些生长上的一个技术，甚至品种研发上的技术。然后当二代进来之后，更多的有关市场的一个消费或者经营，甚至有一些自动化的设备上的提升，其实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跟整个延续。因为我们在代工栽培，就是在专业栽培这块，我们已经钻研很久了。每一个客人还有不同的产程，那你要怎么把每一批都把它标示出来？这已经不能像爸爸那一个阶段，就是像小吃店一样，一个老板他可以帮你算钱再记菜单，还要再兼煮饭。所以我们这边都已经往电脑化了，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你拿手机扫我们的条码，我们就会知道这一批它是谁的，什么时候来的啊，它什么时候换盆，有点像生产履历。对，那我们这边就是电脑化管理，那我们可以往农企业的方向前进。在园区的好处是5大管路都已经开发好，那它土地格局是方正的。那方正的好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自动化会非常的需要，第二个就是好的交通，因为我们都是做外销嘛，那所以我们货柜车那么大一台，假如我们现在外面的路是15米路，但是我们一般的农地你要找到一个15米路的，实在是很困难。政府他们规划这块土地，对我们来讲是差很多的。第一，我们土地就差很多了；第二，就是造成这一个群集的效应。我们大家都在隔壁，我们交流很快，运输的成本，那些都差很多。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我们的兰花产业都知道，全世界的兰花1/3在台湾，台湾的兰花1/2在台南，所以呢，台南的对于兰花之于台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那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兰花的这个外销已经突破了，已经达到了这个疫情前的水准了，甚至已经突破了。所以我们今年希望会能够更好，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台湾国际兰展，一起来欣赏兰花。看兰花的艺术，看兰花的生计，以及看兰花的未来，都欢迎各位。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3月1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7年前，永康维管大楼因为控制空流大地当崩落去，经过各界善看甲帮助，原地重建完成大楼合作出云居。目前29位所款人拢陆续住入去。为了表达祝贺，市长委托前往地政入厝礼金，祝福因迎接新生活。这栋重建完成的原永康维管大楼叫做出云居，就是有出云的意思。大楼饭食的建筑结构稳定，对地下3楼到地上15楼，设计嘛相当美观。1楼到3楼拢是金属建筑，3楼以上才是住户。根据永康公所表示，目前原维管的所款人有29位选择搬入来，陆续欢喜入厝。大家第一头要落冬啊，当然所有的住户吼，当然希望这间厝紧起好，大家紧起来住，安尼大家较安心啦。嘿，无你拢伫外口安尼，对不对？租厝有诶无诶，所以这个当然啦，大家都希望大家有房子赶快盖好，有新的房子可以住。在这边待久了，就觉得它真的是我们生根的地方，然后怎么样都很习惯在这里，所以选择重建，虽然是要负担我这个年纪很难负担的贷款，我愿意。感谢各位的帮忙，社会的善心人士也帮我们很多。13号市长委托为了表达祝贺，伫小局长顶面台陪同，嘛以地政入厝的礼金，祝贺所有住户坚定向前，勇敢迎接新生活，场面相当温馨。好，
多人都捐款，那让这个重建工作更加顺利，也谢谢他们。那再次，我们希望灾难会过去，但是大家辛苦的结晶美丽会留下来。希望出云居的住户日出顺利，然后欢欢喜喜，大家大赚钱。会场嘛准备营养甜汤，甲大家分享。代表2006大地震届满7档，透过政府民间的资源甲力量来重建，日出阁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台湾新闻军事采访报道。台南的山野受到气候甲欠水影响，农民拢相当烦恼。对此，立委郭国文特别邀请农委会主委来到山野的山区，甲农民座谈，会后嘛是伫勘察目前山野的损失。目前正是山野的开花结果期，也毋过干旱、寒流佮加上欠水，恐惊会造成农损灾情扩大。因此，立委郭国文邀请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以及相关单位，甲山野山地的农民进行座谈。我们虽然有补助水塔跟水管，但是如果我今天一滴水都没有的话，我用那个没有用。你的居供与本供跟搞供成本增加。然后我补助的部分是果园里面的水管跟水塔，那像我们山区从水源到我的果园这一段，少则10几只，多则几百只。缺工问题目前也很严重。那我南华有申请农民移工，那农民移工我们有申请20个，到目前才5个而已啦。那这5个我们申请了2年才来5个。咱的农民为着要申请这外籍移工，而且你扛等到这个水果期已经过啊，这生产期已经过啊，咱的农民事实嘛无得到帮助。会中农民将对农业欠工欠水等问题提出反映，面对这个问题，陈吉仲强调会协助补助解决，也已经规划相关的措施。整个果树的生产如果遇到这一种极度的干旱，那我们农水署有每一户补助40万的这一个各式各样的滴灌、喷灌、水管、蓄水池的补助。更重要的是，在郭公委的建议底下，我们会积极的寻找水源，那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些问题。关于这一个农村劳动力的不足啦，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农委会其实跟劳动部有一定的协调。那过往的总额的部分大概有6000名，今年呢已经有扩大到12000名之多了哈。这是我们持续要努力的方向。不过补充劳动力是一种，但是呢长期以来呢，如何让整个生产自动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即便我们这边是山区，但是还是隐藏有自动化的可能。我想劳动力的不足呢，不能只靠外来的移工，也需要透过自动化来做一个解决。会后，郭国文甲陈吉仲也前往山野乡会勘，并带着产销班的成员实际了解灾情，会当看到山野乡边仔的庄高已经打壳，山野因为欠水变成烧火，若无及时解决，将会损失惨重。但是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对欠能议题一直到台南重大建设，上午台市议会国民党团甲立委陈以信特别开记者会，会中批评前台市长甲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除了不满意生不出小巨蛋，现在未来科学馆嘛看无影只，所以呼吁要选总统的伊爱提出诚信，公开向台南市民道歉。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个书记长蔡玉辉甲发言人王家珍的号召，包括立委陈以信以及多位国民党籍的议员，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因为原本顶礼拜六要召开的国立科学未来馆的公听会临时被取消，引发南洋的议员不满，认为不但小巨蛋无啊，恐惊连科学未来馆嘛搁伫个天顶飞。我现在要问教育局的是说，这个案子已经12年了，12年来我们怎么样都等不到一粒蛋。不是中华民国缺鸡蛋而已，台南市这颗蛋，从赖清德做市长，因为政党一己之私，他个人一己之私，不让黄秀双的台南大学做台南的小巨蛋案，一路到今天，我们东区9.8公顷的这块土地，到目前
孵不出一粒蛋。这些年来一直属于跳票的阶段，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一直都没有很清楚的一个规划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今天赖清德这个已经从台南市长到行政院长到现在民进党主席副总统，民进党主席要选总统了。这一张支票是不是要兑现？要怎么兑现？赖清德首先应该要负责你唔做行政院长也唔好补助台南市做真要选总统，你敢要搁做球会？恁遮我看看拢难比例股。对不起绝对不接受的。都无可能绝对不接受。你敢问赖清德，看嘛记者去问伊，绝对讲，我当选总统，我绝对要做。唔过信用无好啦，歹地路的骗太久啦。咱教育到底赖清德你讲是安怎？你讲完听我妈。对此，市府教育局副局长吴国民表示，台南要兴建国立科学未来馆的计划书一直拢存在，只不过费用的部分对原先规划无到20亿，到目前增加到将近80亿。到底是要以公务算来兴建，或者是采用促产的方式民间兴建？中央甲地方也有意见，因此公听会先来讲话。在经费上的纠葛会让这个未来馆的期程一直在延宕。那这一次的内阁改组以后，黄伟哲市长在第2次的行政院院会里面就当面跟那个陈建仁院长讲这个问题，那是马上就得到了善意的回应说，那这个我们可以考虑。所以说今天公听会的取消没有任何的压力，因为这个是代表教育那个行政院长有交代给教育部，这个的整个政策方向是不是要调整？因为台南市说的是有道理的。对于原先赖清德市长开出的小巨蛋的政见，一直到担任行政院长交为科学未来馆，前后扶了12冬，拢还无看到一个影。未来总统选举要到啊，议会国民党团要求赖清德应该先向市民来道歉。卖个选前骗票，选后跳票。赖清德要道歉，赖清德要道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客家义卖场的好友工程引起环保团体质疑，所以13号环保局长带队前往会勘，会中说明个案是顺应民意，将原本的本色义卖场进行复育。办理过程是符合情理法。会中嘛公布日前现地开学甲检验的结果，证明拢符合法规，好有有心人士唔通调工抹黑。客家义卖场保育工程被外界质疑，台南市环保局13日前往现地会勘，局长许仁哲、副局长陈信芬以及客家区长张明宝一同伫现场召开记者会，向大众说明保育工程一切合情、合理、合法以外，也公布日前伫现地开学，送交环保署环境检验所的检测结果。配合国家的政策，把一些焚化底渣的再生粒料可以拿来这边使用，所以原来的设计规范里面就有提到了哈，我们就再利用呢，包含玻璃砂、包含焚化底渣经过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每一批出厂的这个材料都有检验，那检验完之后呢，符合规范之后，我们才来这里施作哈。那各位看到我们开挖的那个断面，你稍微看一下，其实这个红土覆土底下那一块那个有底渣的这一块，事实上已经非常坚硬的。你如果平常你要去挖，你也挖不起来，不可能挖得动那这个只是在整个施作的过程中，我们都有夯实的动作，这个都符合我们，所以这个材料符合规范，所有的检测结果也都符合环保标准，我们才敢使用。虽然施作完之后呢，大家有质疑，所以我们在1月23号、24号，我们也采了一些样品，请我们这个环保署最高的检验机构环境检验所去确认，那也都符合我们现在的标准绝对没有外界所质疑的说这个有什么重金属污染的问题。虽然工程甲检测一切拢符合规定，但对着民众声音，市府也会尊重民意，未来将会听取在地民众的建议，将这个场地做上适合的规划。民众如果未来觉得这块地他们可以用得到在地的里民他们用得到，我们再跟他讨论，仔细讨论看看用什么样的设施去强化它的安全
其实要在这个场地上跑跳，最重要是上面那个覆土的弹性系数要符合安全。那如果说未来这些民众有想法，我们会依照他们希望使用的目的，然后去确认它的安全都符合规范之后，才会开放来使用。目前地方有建议会当调向公园、吹球场、木球场等需求。客家区公所也将这建议整理起来，交由市府参考。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国际美食饼干杂志米其林指南去年第一摆纳入台南进行饼干，最后包括有27间秘密灯推荐店家，甲17间立选的餐厅。今年1月到3月，竟公布新立选的4间店家。13号市长特别邀请业者来做伙宣传，希望8月年度发表，大家拢会当上榜。去年立选米其林推荐的44间店家，以及今年1月到3月新公布的4间餐厅，将在今年8月再次接受米其林饼干进军美食的应邀。地处市府为了甲民众分享台南多元饮食的风貌，13号上午有17间业者拢出席记者会来宣传。市长黄伟哲嘛一一替店家推荐，肯定因的用心甲创新，成就台南成为美食之都。嘛希望今年8月所举办的年度发表，有更较侪店家入选。去年加上去年的44家，总共有48家。那我想说蛮厉害的，因为当然每个人自己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米其林，但是也有你家巷口前最好吃的。但是，在经过世界公认的米其林的评审来这个评选脱颖而出，这毕竟是店家们都很感到开心高兴的事情。在台南今年新入选的米其林推荐名单当中，包括七股企鹅园家以及阿文米粿这2间拢到场，点起伊上青的料理。虽然业者感觉意外，不过值得骄傲的就是坚持实在用心。会中议员郭凤仪嘛到推荐因区内美食。入选米其林那是一个意外了，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是他入选当天，那个有记者联络我们才晓得说什么我们会有入选米其林，确实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它的鹅就新鲜，都是来自于我们七股的科园会当恭喜咱可以是现做，它标榜是现做新鲜的鹅所以口味非常好，而且又新鲜。那每一颗鹅都是那么大一颗，足赞嘞，极力推荐。台南美食持续被肯定的同时，观光旅局嘛规划4条美食游艇，包括山线、海线无同的生活，好游客一面耍，一面对早食到暗。台南美食全季米其林。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南区区公所选伫假日来举办天狗日世书大会，同时结合海华净滩。该活动由公所甲卫生局合作，动员区内学校37里的里长、环保职工甲居民大约有300位，除了清除沙滩的粪扫，同时宣示南区打击天狗日的决心。假日一透早，就有一个居民甲学生聚集伫南区的龙岗国小，因拢是参加由南区区公所举办的天狗日世书大会。最近我有在注意讲，这个登革热叫肠病毒呢，有蠢蠢欲动的趋向。除了讲咱将口罩脱下来以外，那我们也要开始去注意，来预防登革热，对抗登革热。要怎么样预防？巡倒清刷，咱的厝内底、厝外口，咱的屋檐下。一寡积水容器有可能有积水的所在，爱甲清好清气。登革热疫情这个部分，防疫这个区块一直是我们的重点，市长非常的重视。那随着边境的一个开放，那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加强登革热的一个防治，让我们的居民生活安全能够提高。南区有着非常水的黄金海湾，区公所借着这场大会，结合净滩活动，一个区内居民、环保职工以及家长、小朋友，甚至是民代来共同守护这片海洋环境，来爱护大自然。因为我本身是生态系的。对吧？就来一起参加净滩活动这样。
因为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就是环保的概念，然后都会在海边乱丢垃圾，所以就想说借这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对海洋做一份心力。咱遮这个活动啊，大大小小，厝边隔壁拢烧烧来做伙参加，嘛是我湖南队第一遍来这个所在。看到大家哦，遮尔踊跃。今仔日吼，这净滩活动吼，安尼真热烈，真成功。啊，有咱真感谢着吼，咱南区吼公所安尼举办吼，啊搁遮真侪里长吼，安尼配合吼，阮啊拢带着因的里民乡亲吼，啊来甲遮安尼共襄盛举。区长表示，这场活动特别有意义，除了为将要伫3月18、19日经场的乐活昆士湾系列活动暖身之外，也希望大家斗阵防治天候热，同时宣示对环境保护的决心。咱的新闻出海采访报道。每当2月到4月，就是树葵花盛开，想要看全国上大的树葵花海，就来台南。今年台南伫客家办树葵花季已经第10档，现场除了有主家树葵花以外，也有多品种的花草，欢迎爱赏花民众千万通错过。2023客家树葵花文化节举办迈入第10档，已经成功拍响客家树葵花的名号。为了好来看花民众有更好的体验，区公所也伫周围架设了装置艺术，让民众会当更好的处境。区长张明宝表示，虽然今年雨水较少，花况可能不如以往，不过区公所也尽上大努力压水，就是希望会当好来看花民众袂失望。咱客家树花花今年已经迈入第10年了哈，每一档拢吸引真侪咱本地佮兼全国好朋友来看咧树葵花哈。今年呢，咱树葵花花季呢伫咱这个2月25开幕，接续咱3月7、4一个艺术 party 的活动，一直咱会延续到4月底啦，差不多4月23至4月底，这段时间。来客家拢有真水的花通去看，今年的树葵花成长了袂歹，成长袂歹，但是边仔这个撇春花卉咧，譬如讲咱的火焰鸡冠花啦，因为今年多气候因素的关系，无啥落雨，造成讲咱这个撇春的火焰鸡冠花咧，成长了并无真大丛啦。但是整体来讲也是真水，边仔这个树花草即摆开了长水。所以而且咧，要呼吁咱全国的好朋友，若要看咱全国上大的树葵花，咱上水的树葵花园，来客家。民众若是对活动有兴趣，会当前来客家区的光华社区，就会当看到这片全国上大的树葵花海。不过要注意，树葵花的季节只到4月底为止。现在当是看花的好时间，民众就要好好把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南市有一名40岁南科工程师，少年时体重才70公斤，但工作以后因为生活无正常，体重一路超过100多公斤，已经严重影响伊的日常，也有昏迷、呼吸中止的镜头。后来经过医生的评估，进行缩胃的手术，才让伊重新找回健康。台南市立病院一般外科主任邱英义医师表示，一般的病态性肥胖，大部分拢会建议做减重的手术。亲像这名南科的工程师，因为体重过重，不但引起腰痛，而且有膝盖退化性关节炎的状况，加上睡眠呼吸中止症。经过医师的评估，最后采取达文西的手术，进行微创胃袖状的切除，才重新找回健康。有关达文西手术的话，原则上的话，它的局限其实是比较少的。那因为局限是说，原则上一般传统能够使用腹腔镜手术的话，达文西手术都可以执行。那而且达文西手术在比较复杂，甚至要比较精准的切割跟缝合的话，它的效果其实是会比我们传统的腹腔镜手术还要更加的好，更加的快。
那唯一现在目前呢比较缺点就是说它的器材费用相对是比较贵的。那在最近的3月当中，我们的健保署有通过一些部分17项手术的健保给付，相信这个是对民众也是很大的一个福音哦。如果想要使用达文西手术的话，也可以趁这个机会看了解一下，那适不适合使用达文西手术。医师表示，达文西机械手臂因为活动的关节较济，比传统的腹腔镜会用处理较精准的切割甲缝合，不过就是费用较贵。虽然伫今年3月，健保署开始纳入部分达文西手术的健保给付，不过简单的手术也是要自费，而且嘛有部分的风险，因此手术前一定要经过医师的详细评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1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